大家好，今日係12月10號，咁呢個係桂味。桂味呢就係有一個月就來花，你大家呢就特別去注意，而家個天氣呢又係高溫高濕，咁呢個桂味特別係容易秋冬燒。你大家呢又經常睇呢個荔枝，如果一係開始明動嗰種個，你就要輕控。輕控用咩個嘢控呢？就用個花能手刀後座，一包就40克，就兌水100斤，就加40%個熱起嚟，就係10毫升，輕輕控上去。如果你一控一次過，就咁第二次你就輕輕控一招落去。如果你個荔枝控到2次個，你就冇控嘅。古人一見芽你就曬芽，曬芽用咩曬芽呢？就用3%個熱氧肥草米，一支20毫升，就兌水70斤，咁曬上去。曬上去到個小寒、大寒個時候來花，即係來花前10天，我哋呢就係促花，因為嗰啲桂味。嗰啲持續品種，桂味啊、糯米糍啊、鮮振鳳啊，嗰啲個雞嘴啊，嗰啲持續品種呢嘅難成花個品種，就要提前10天促花。我哋就用嗰隻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嚟促花，就個花期提前10天促花，其實特別係好，即係促花。即係100斤水就放50毫升，加嗰隻磷酸二氫鉀100克打落去，提高佢個花個成花率。嗰隻嘢呢就最好個，我哋年年都係用嘅。呢個荔枝綠眼專用流體棚呢，有好多粉絲用到呢，都係講幾好。即係講你大家買呢，就買到個正品來。又在市面上呢有好多假個，如果你大家冇低啊先喺買個呢，就做個視頻下方點開嚟購買，換一個呢就真正個正品，嗰隻嘢呢就特別係好用。